怎么办才好？他被滚烫的水烫伤了，要怎么办才好？他被滚烫的水烫伤了，要怎么办才好？呀，迄搭三宝家比赛，那年大强，这张笑唔成嘅。我嘛假啊，因到迄家属意见无超好，抢来向他讲法嘅啊。就排队面试就冲，你是家属啊？是，还是往先早去寻求，经过一摆面听，就把家属介绍给他。呀，爱上班啊？我来做么？夹，不好意思，夹唔起啊，露出来，夹起啊。看起来多冇用啊！你这把再来，给我点的啊！你用啥去验服的呀？嘿，对啊，原来吼，咱们在穷公司啦，蛮问好啦。哦，我是哦。嘿嘿嘿，你好，你好，阿爸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。你也是家属啊？哦，是啊，哎，头摆吼，迄也变李总啦，伊也去个号牌室吼，伊看迄矮个关去啊，哎，先莫喊哈，夹地位啦，夹地位啦，来，你看，他们就会好样，你看，哎，坐对嘛，好，好啦。周先生，歹势啦，连弟阿太包同你阿爸，伊阿很安多家啦。你卖送哦，真是决定人后啊，我说你来。冇事啦，这种事情係看緣分，還有乜嘅問題啊？答不啱，先就嚟。周先生，你好忙咯？我那可以社會幾萬人個啦，5萬3萬嘛好，我另外嗰個同佢揀用參照，啊，又喺後本嚟做機會有個太陽，好冇咯？周先生，拜託啦。是你啦。卯，不起眼不好用，不起眼不好用，不起眼不好用。要查的看起來當毛，士多半路會快踢毛。要查的看起來當毛，士多半路會快踢毛。要查的看起來當毛，士多半路會快踢毛。這車子看起來很不好用，開到半路會壞掉嗎？這車子看起來很不好用，開到半路會壞掉嗎？這車子看起來很不好用，開到半路會壞掉嗎？號外斯，喜事與喪事，喜事與喪事，喜事與喪事。頭擺總下人拄到好外斯，隔壁鄰舍都會來天數。頭擺總下人拄到好外斯，隔壁鄰舍都會來天數。頭擺總下人拄到好外斯，隔壁鄰舍都會來天數。以前鄉下人遇到喜事或喪事，隔壁鄰居都會來幫忙。以前鄉下